維修案例就講得多啦，今日講講響我哋日常生活嘅用車啲安全知識。呢啲咁啊舊式嘅地氈呢，就第一個啦，容易變形，已經係邋遢滋生咗好多細菌啦，同埋佢移位嘅時候呢，好容易卡住嗰個油門踏板啦，同埋嗰個剎車踏板啦，因為咁樣就會引起嗰個安全嘅一個隱患啦。仲有喎。同埋呢啲咁嘅地氈咧，佢因為包裹唔到呢啲咁嘅罅隙位咧，導致佢容易滋生嗰啲咁嘅細菌啦，同埋藏住晒嗰啲垃圾啦。咁接落嚟，我哋同佢選擇咗一套360無死角嘅嵌入式嘅地氈，咁樣會裝咗之後會高端啦、大氣啦，同埋安全啊，最緊要就接落嚟睇下我哋點樣同佢施工。後排嗰個咧已經係磨蝕晒，有晒都唔係咁美觀嘅。哇！收埋幾多垃圾？360嘅無死角地氈，安全、大氣、容易打理，適合各類嘅車型。安裝之後，成部車比原廠嘅更加貼切，更加方便。有需要嘅朋友過嚟中山寶德，我哋幫你出一套完整嘅方案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